这个男人从噩梦中醒来，来到车库，发现自己的爱车变得伤痕累累，气愤地来到物业调取监控，却发现始作俑者竟是他自己。郁闷地来到警局，又被前女友来了个帅气的过肩摔。秀月是反贪调查科的警监，但他并不是个惩恶扬善的警官，只是一心想靠着溜须拍马升职的人。金科长和同事去抓捕毒贩的时候，同事被害身亡，金科长开枪打伤嫌犯的大腿，导致他坠楼身亡。他因为过失杀人，只能接受调查。秀月就负责这起案子。秀月认定他有重大嫌疑，但他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讨好厅长，想以此升职加薪。之前厅长的侄子栽在了金科长手上，所以才想要伺机报复他。局长也向秀月打包票，只要让金科长停职，他这次的晋升必定势在必得。吴巡警是个单纯善良的人，看到小女孩在张贴妈妈的寻人启事，就决定帮助她。女孩的妈妈郑某之前就已经报过失踪了，是由都警察负责的，但都警察却说她是个有前科的陪酒女，认为她应该只是离家出走了。吴巡警得知小女孩和外婆住在一起，妈妈每周末会来看望她，就连去了美国也会每天给她写信，不是会这样突然失踪的人。妈妈还曾说要给她送来生日礼物，小女孩恳求她帮助自己找到妈妈。吴巡警打印了郑某的寻人启事，得知她在监狱时也谎称是在美国，每天给孩子写信，认为她应该不是那种会抛下孩子出走的人。同僚们都劝她不要多管闲事。吴巡警查到了郑某的通话记录，找到了他之前租住的公寓，门口堆积着快递箱，敲门也没有得到回应，只好找来锁匠打开了门。保安看着这一幕，给电话那头通风报信。吴巡警四处查看，在浴室闻到了很重的漂白水味道，地漏里也发现了一撮染血的头发。此时都警察来到这里，但他可不是来帮忙的，二话不说就将吴巡警一顿暴打。这个拥有雕刻般完美身材的男人正在展示他的白巧克力腹肌，突然一个神秘人戴着头盔走了进来，二话不说直接给他一顿胖揍，狠狠地将他按在地上摩擦，抓起一把洗衣粉就呼了他一脸，接着用滚烫的热水冲刷着他，紧接着再一记重拳将他打落泳池。秀月气愤地命令前台调取出澡堂的监控，但前台查看了监控，却并没有发现那人的踪迹。这时秀月接到了局长的电话，他还窃喜地以为是升职的消息，来到警局，晋升的人却并不是他，而是他的死对头富二代周警监。因为他的爸爸和厅长是发小，所以就轻易挤掉了他势在必得的位置。局长又给秀月找到个晋升的好机会，秀月已经不相信局长画的大饼了，但迫于升职的恳切，还是忍不住问问是什么差事。得知都议员马上要选举，但他的堂弟都警察却闯祸了。都议员约见秀月，他为了能顺利晋升，一连串彩虹屁称赞讨好议员，议员让他在选举之前尽快平息此事。秀月找到满脸伤痕的吴巡警，不理解他为什么为了非亲非故的人做到这个份上。吴巡警的一句因为他是警察，让秀月自惭形秽。他当时是私闯民宅，但都警察施暴也有不对，让两人相互道歉，就将此事翻篇了。吴巡警带着秀月前去看他那时发现的染血的头发，但现在却消失殆尽了。秀月希望两人相互道歉来解决此事，但都警察并不愿意道歉，认为吴巡警只是个疯子罢了，也丝毫不尊重秀月。秀月警告他最好乖乖配合自己解决此事。吴巡警再度来到郑某家，看到了他买给女儿的生日礼物。此时女邻居进来了这里，说她知晓内情，带着吴巡警来了他家，却突然在卫生间惊声尖叫，和保安联合举报他图谋不轨。秀月前来调查，听着女邻居漏洞百出的陈述，立刻明白了是都警察找人演的一出好戏。这是我见过最惨的警察了，只是想要帮助小女孩找到失踪的母亲，却不断遭受暴打。不死心的他又来到了郑某家，想将礼物转交给小女孩，却发现施工队正在拆除这里，幸得在楼下垃圾堆里找到了那个礼物。这一幕却再次被保安看到，都议员正在给女儿举办生日派对，一家三口幸福地拍着合影。秀月因为顺利解决了事情，也受邀来到了这里。议员向厅长引荐了他，议员顶着好爸爸的人设哄睡了女儿，听到女儿的礼物可以自动录制视频，想到这和郑某准备送女儿的娃娃一模一样，顿时大惊失色，原来是他当时酒后杀害了郑某。吴巡警带着娃娃来到小女孩家，却得知她已经搬家了，只能抱着娃娃失落地离开，还被摩托车撞倒在地，娃娃的眼睛摔坏了，露出了里面的内存卡。吴巡警连忙赶回家，正准备查看里面的内容，都警察早就埋伏在此，命令他交出内存卡，对他一顿暴打，成功抢夺到了内存卡，拿出汽油桶准备毁尸灭迹。头盔男再次找上了秀月，又是二话不说来了一套组合拳，将他拖到了吴巡警的家门口，让他向吴巡警道歉。刚打开门，一团火焰就将两人冲开，头盔男将秀月扔了进去，必须要让他向吴巡警道歉。秀月找到了昏迷的吴巡警，眼见火势越发凶猛，头盔男击碎了玻璃窗，将两人带到了窗口，火焰已经烧到了燃气管，瞬间涌向了他们。秀月带着巡警坠落在了车顶，头盔男宛若英雄从天而降，帅气地擦去了胳膊上的火焰，摘下了头盔，一张狂拽邪魅的帅脸出现在眼前。